繼 MIRROR 同商台嘅叱咤樂壇流行榜反台之後，香港樂壇又有呢個大新聞啦。呢單大新聞呢，就係年僅20歲嘅星夢人氣王嚴明熙呢離巢 TVB 嘅傳聞呢，終於被證實。咁呢，大家最關心嘅當然就係嚴明熙離開 TVB 之後嘅最新去向係點啦。咁嗱，嚴明熙咧同呢個 TVB 呢個結束合作嘅關係傳聞咧已經係有好耐㗎啦。咁喺近日咧就有細心嘅網民喺瀏覽TVB 官方網站嘅藝人名單嘅時候咧，就發覺咧已經揾唔到嚴明熙嘅個人資料頁面咯。咁其實就即係意味咧佢已經係俾 TVB 係正式除名㗎啦。而咁啱呢個時間點咧，啱啱就係佢喺2021年9月20號贏出星夢傳奇而出道咗滿4週年嘅日子。咁即係證實咗咧，佢喺合約期滿之後咧係選擇唔再續約，和平分手。咁呢個舉動咧，亦都為持續咗呢幾個月嘅離巢猜測咧，可以係畫上句號。嚴明熙咧係證實咗係會離開 TVB 㗎啦，咁佢亦都係確認咗係恢復嘅自由身啦。未來嘅發展咧將會由自己主導翻晒，自己可以去決定自己嘅命運啦。咁佢係呢個離巢消息曝光之後咧，咁嚴明熙本人咧冇沉默喎，冇選擇唔發聲喎，反而咧係喺佢嘅個人 IG 上面好威高調咁樣宣佈咗佢有一個新嘅開始。咁呢個行動咧亦都係相當之迅速嘅。咁佢唔單止喺佢個 IG 上面咧將個人嘅頭像咧換成咗一張全新嘅型格相，更加咧係上傳咗一段短片啊。咁喺片入邊咧，佢以充滿自信嘅姿態宣佈自己就會華麗復出。咁支持喺片入邊咧就向啲粉絲問好啦。咁佢話大家好我係支持嚴明熙，一個好中意唱歌嘅女仔。咁咧我而家好高興以一個新面貌同大家見面，未來咧就請大家多多指教。咁除咗呢個短片之外咧，佢亦都喺IG 嘅個人簡介裏邊咧更新咗係簡單就話自己係一個歌手，只有歌手嗰2個字。咁象徵住佢咧亦都將會專注喺呢個音樂事業，以獨立歌手嘅身份咧係重新出發嘅。咁嚴明熙嘅最新動向係點咧？佢星期一咧就會出席一個佢有份做嘅一個呢個音樂劇嘅記者會嘅。咁到時佢當然係一定係全場嘅焦點啦，大家咧都會爭住問佢最新嘅動向嘅。咁而佢嘅最新動向咧就好多人都估咧佢應該有機會咧係簽一啲內地嘅大型娛樂公司，咁咧就更加專注喺呢個內地市場嘅發展嘅。咁以佢嘅卡士會唔會成為另一個宇宙 Gem 咧？咁大家咧就可以拭目以待啦。咁不過咧其實講真咧，嚴明熙咧近呢2年，如果喺近呢幾年喺 TVB 出嚟嘅 artist 裏邊咧，佢就真係算最巴閉㗎啦。即係無論你咩顏色都好咧，佢都有 fans 喺度嘅。咁真係一個20歲少少人氣王。咁但係咧就好得意㗎，佢自從咧宣佈咗咧話基本上唔想同 TVB 續約，同 TVB 反面，俾 TVB 雪藏之後咧，其實咧喺呢個 social media 咧社交媒體裏邊咧就好多人就鬧佢，就話咧佢反骨，因為咧 TVB 一手一腳栽培你出嚟，就唔應該咧係咁反骨，應該繼續效力 TVB 嘅。咁講真咧，呢啲網民嘅諗法咧，我哋覺得非常之愚腐迂腐簡直係今時今日仲諗啲咁嘅嘢。喂，坦白講，如果你係一個打工嘅人，你雖然有間公司栽培咗你，但係出邊咧有公司揾你挖角，俾好多倍錢嘅價錢俾你，比你而家原有呢間公司嘅條件優厚好多，因為你而家你打緊嗰間公司出咗名刻薄㗎嘛，俾唔到錢你㗎嘛。咁如果出邊有人俾好多錢你係咪唔揀錢先？今時今日你問心嗰句係咪你仲喺度捱窮先咁所以咧呢啲咧好多呢啲網鍵盤戰士咧留言噏得噏，吹得吹。你問下你自己會唔會唔揀新公司喺度捱窮先講啦？咁我哋講翻嚴明熙咧，咁
其實啦，佢喺2021年啊，以大姿態贏得呢個星夢傳奇嘅總冠軍之後咧，佢嘅星途咧其實都可以話係一路咧都係一帆風順嘅。咁啊，亦都係火速咁咧成為咗新一代嘅小天后。咁啊，佢嘅獨特唱腔同呢個舞台魅力咧，其實係事實上喺新一輩嘅女歌手裏邊咧都係 No.1 㗎啦。咁啊，當然 TVB 咧亦都係為佢提供嘅資源嘅，除咗推出多首嗰啲個人單曲之外咧，亦都安排咗佢北上參加內地大型節目《聲聲不息》啦。咁亦都係打開咗知名度，吸引咗好多粉絲嘅。咁啊，但係咧，對於嚴明熙離巢仲宣布呢個獨立發展咧，其實坦白講，大部分嘅粉絲同網民咧都係支持佢嘅。咁啊，頭先講嗰啲話佢唔應該忘恩負義嘅咧，坦白講都係佔少數嘅啫。咁啊，好多人咧都係認為啊，呢次離巢咧對阿 Gigi 嚟講佢係好事嘅。有啲留言就話：Gigi 終於自由啦，可以做翻自己想做嘅音樂。亦都講：恭喜 Gigi 啊，期待你未來咧有更加精彩嘅發展。咁亦都有話咧，就脫離大公司，前途咧肯定更加光明。咁咧，亦都有好多粉絲咧對阿 Gigi 呢個新嘅發展咧係寄予呢個支持嘅。咁啊，究竟阿嚴明熙 Gigi 離開咗 TVB 之後，未來佢係會更加一片光明啊個前途，定係會變咗黯然無光咧？咁嗱，坦白講，佢都係20歲女，未來仲有好多可能性嘅。咁咧，我哋就即管拭目以待，睇下呢位樂壇而家嘅小天后，將來可唔可以成為真正發光發熱嘅天后啦？